人判17档，体大公权6档，外界认为无机会选总统。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要等到定案才知影。新北市一间诊所咧做疫苗进前，发现有一支白白落落，经过食药署调查，判断迄支有各样共批也暂停使用。嘉义市一台轿车撞到铁路的号志兵车，警方到场煞无看到人，虽然车帮无受到影响，不过并交道暂时要用人工来指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7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警花商案昨是一审宣判，这前台北市长郭文迪是互人判17项剥夺公权6档。伊虽来开这国际记者会，批评这1档呢是利用这司法咧打压在野，甚至佫呛讲民进党才是共匪。也那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伊是招支持者伫咧离稿的时，今就开刀来抗议。这一场审判还不是结束。赖清德，我绝对不会投降。赖清德，我不会屈服的。面对警花商案，一审互人判17档，体大公权6档。前台北市长郭文迪26暗时开国际记者会，亲身出面回应问题。伊先批评精彩的听书完全无证据的基础，甚至充满政治性的想法，而且也指控执政党利用司法公权力，想要对在野的阵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要求司法体系应该爱转来到听诉正义，不是政治势力的工具。司法不可以是政治工具。更重要的是，司法不可以是有权力的执政者打压在野党的工具。所以，司法应当遵守程序正义，司法应该以证据为基础来办案，而不是以编故事的方法来定罪。逃生案件已经进入法庭的攻防，郭文迪也是强调，伊对家己的操守将有信心。这场记者会先由郭文迪3个辩护律师说明对审判的结果的看法。郭文迪是照文稿咧讲话，讲家己无道理也无贪污，佮较对总统赖清德讲明态度大正硬，表示家己会堪得考验。我没有图利，没有贪污，我非常坦荡，我自己晓得。面对媒体问到民众党受到中国渗透的看法的时，郭文迪真激动，转倒大声讲，讲民进党才是共匪。到现在为止，抓到的共谍是陆配比较多，还是民进党的党工比较多？民进党才是共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控这场审判是先下钱才违背的政治判决，呼吁支持者离岛去开道游行，追求司法正义。同款是警花商案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一个互人判15档6个月，一个判10档，2个人拢互人加保3000万。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帮妈妈筹钱。沈庆京暗时10点装到钱，赶伫12点之前完成交保的听书。当时发声明对判决的结果感觉真遗憾。记者综合报道。好，看到这回这郭文迪互人甲判刑，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来发出全国动员令，要去凯道来游行讨一个公道。根据这选罢法的规定呢，郭文迪互人已经判超过10档啊。外界普遍是认为讲，这已经无通好伫2028年的时阵出来搁选总统。也那内政部长刘世峰伊是表示讲，着爱等到专案定案才知影，无然一切拢会照规定来办理。前民众党主席郭文迪一审判决出来，重判17档，体大公权6档，专案还过当上诉。不过郭文迪强调，家己无道理，嘛不会乌西。警花商案早就已经变作是写好的政治剧本，伫咧收刷。民众党是正式发出全国动员令，招支持者伫咧3月29这天去凯达格兰大道做回抗议。台湾民众党全国总动员，329上凯道讨公道。我们要讨的不是柯文哲一个人的公道，我们要讨的是台湾司法制度应该有的公平正义。中国国台办说是甲郭文迪这个案件乌烟，批评大政府是操弄司法，压迫无同的政治立场，实行绿色恐怖。陆委会嘛强势回应：中国大陆是一个集权专制的政权。他们没有资格对台湾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因为一审判决刑度超过10档，外界判断郭文迪已经甲2028总统大选无缘啊。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
定案，这是一世人拢袂使参选，一直到后一摆正副总统登记参选进前，若是法院有无共的判决，内政部拢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按照我们的总统副总统的选罢法，如果贪污治罪条例有确定是10年以上，要最后定验的时候呢，才是终身不得参选。但是目前为止呢，这个还没有发生。郭文哲起用谈判了后，暗时嘛去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因兜，因为蔡正元涉嫌3重案，起用判3年6个月定案。27去台北地检署这篇科报道，馆长陈志汉嘛到场応演。蔡正元表示，会用灿烂的笑容迎接所有政治敌人的打压，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拍拼，互南北合会当执政一摆，这是伊最后的政治心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民进党彰化县的前议员江欣一方呢，伊是涉嫌在任内诈领助理费超过487万，目前这是互人收押3个月啊。昨昏这彰化地检署是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甲提起公诉。即马这江欣一方到底敢要继续出来选县议员呢？党部是表示讲已经送去廉政会来处理。彰化县前议员江欣一方去年底因为涉嫌伫任内诈领助理费，互人收押。经过3个月调查，彰化地检署依照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针对江欣一方甲助理等人提起公诉。本署侦办前县议员担任彰化县第17到19届议员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上机会，以不实申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补助费共487万多元。经检察官侦查终结，以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检方调查指出，江欣一方为2010年到2022年担任议员期间，涉嫌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487万外块，用伫私人甲办公室的开销。检方表示，江欣一方已经认罪，求刑9年6个月，申请褫夺公权，没收犯罪所得。其他4位被告求刑3年7个月加5年的有期徒刑。江欣一方伫收押期间得到民进党提名参选议员。彰化党部表示，已经送中央党部廉政会处理。伊之前县党部有提名伊，所以讲即马爱由咱迄个中央党部的仲裁委员会来决定啦。最后决定权嘛是伫仲裁委员会。民进党彰化县党部强调，任何违法的行为拢爱接受法律的制裁。目前江欣一方防起诉这案已经送中央党部廉政会议处，会依照议处结果来处理。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连续2件交通事故，先来关心的是，今仔日早起9点17分的时阵，伫咧台铁的山卡站迄带呢，这电力设备是各样去，树林到英歌这段呢是暂时未通，目前是用公路接送来代替。台铁公司是指出讲，受到影响的车头包括着树林、南树林，也阁有山卡甲英歌，目前是当咧抢修电力的设备，或者旅客呢无方便这台铁其实是有来回室的。那准讲这中途是受到这事故的影响，无坐着车的人，安尼对今仔日开始1档以内会当去退钱，也免收手续费。另外来看这嘉义市的福东路阿里山新铁的并交道呢，今仔日透早天未光，差不多3点半左右，是发生一件车祸。这是有一台轿车去弄到铁路的号志并车去，警方到场煞无看到人，也毋过这并交道呢4基站甲设备全部拢互弄歹去。虽然讲目前这铁路的车帮是无受到影响，也毋过这个并交道暂时是需要用人工来指挥。阿里山林铁的工作人员当来检查设备歹去的状况，现场毋但号志甲人间拢弄甲歹去啊，边仔路顶嘛拢断去。嘉义市的福东路第27暝尾3点半的时阵，发生轿车伫并交道弄号志搁并车意外，结果驾驶煞看无到人。接获110通报，至博东路处理交通事故，发现该起事故波及另一部停放路边汽车，该车肇事后驾驶人自行离去，涉嫌肇事逃逸。警方受理报案后，积极调阅监视器追查肇事者，并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肇事责任。意外发生了后，警方车调车要赶紧来开放现场的交通。肇事的车辆车头已经完全弄歹去。阿里山林铁分局处表示，现场并交道歹去的设备，预估修理要52万块，加在无对林铁的车帮造成影响。博东路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阿里山林铁第15号平交道设备严重损坏。但并未影响路线及列车行驶。本处将洽商尽速修复平交道设备，
并求偿相关损失。阿里山林体分驻处指出，歹去的设备有滨高道的栏杆、火车通行的号志甲感应器，所以这个滨高道暂时爱靠人工来指挥，暗算的是1礼拜的时间来完成现场设备修复的工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即马受到这国际局势影响，台湾的淡马杆呢，这原物料是严重欠货。伫台南有业者是讲，目前这库存时间会当冻到4月初尔尔。若准后手进口阁无顺利，安尼台南市的道路施工恐惊是会去牵着。那工务局是回应讲，会重新来安排工程，较重要的带先来做。台南市小东路对新台病院到前锋路段的路面工程，透早咧赶工，伫原物料真欠的情形下，虽然才做到一半，工务局讲会全力完成，不过其他的路段就无遮尔顺利。工务局坦白讲，库管市其实目前拢面对淡马甲报告的问题，主要受国际局势含油品管控影响，业者嘛伫有钱无得买的困境，恐惊工程暂时先停工。差不多撑到这一个礼拜就结束了，因为中油他们那边的政策就是说。现在可能他们供货会吃紧，那他说现在也不一定我们会不会有货。说讲2月，来多雄雄收到中文的一个文，意思就是讲无疾而终，没有给一个确切说我们什么时候啊突然就这个油就终止了，就停止供应了。这个对于他们要在公共工程的施工上也会完全的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嘛。针对淡马甲的基地，业者怀疑中午敢有人咧趁国难财，建议政府通介入调查。经过了解，淡马甲计销伫短短3礼拜内起码3成。业者反映，公共工程标案的施工费是固定的，这阵成本起，厂商根本无法度吸收价卡，地书包商就安尼停落来。那这阵中油积极咧找非中东地区的进口机会，唔望通解决欠料的困境。为了延长我们下游客户供应柏油的一个期程，我们不得不也通知我们的客户说，每月的一个销量要略为管控。那在管控之下，因为我们刚好有进口生产一批加计原有的库存量，我们预估可以供应到6月下旬。将配合沥青上游厂商调控，安排道路跑铺工程，且在道路安全考量。做好因应。面对原料供应真硬的状况，工务局回应，除了会重新安排工程的优先顺序，嘛讲会甲道路品质更好势，后续嘛加强施工现场的查验。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或者中东的战争是影响到石化原料的供应，目前咱国内呢一定有业者大公告，袂搁再来提供塑胶袋啊，那花店嘛开始减用塑胶的包装。经济部是证实讲有一寡大卖呢是雕工慢出货，公平会表示讲这业者若准做伙囤货、做伙起价，安尼可能违反着公平交易法，因都会出面来调查。刚出炉的面包在疫情之后都会一个一个包起来，以求卫生。不过如今传出塑胶袋缺货，店家做生意也大受影响。饭店外口大广告讲以后袂阁免钱来提供塑胶袋啊！这间饭店本来拢会订有 logo 的塑胶袋啊，但即马进价成本起伤济，做小生意的根本都买不落去。我们每一个面包刀这样包起来的话，你看我一天出了多少面包，至少也有破百，我们要另外去找纸袋来装。纸袋的成本就一定会比较高。业者毋若是要吸收起价的部分，若是塑胶袋啊买无，一寡品项甚至是无法度买。目前敢若会当鼓励人客买环保餐麻肉，会当省就省。另外，连原本介绍敢若受季节影响的花店，拢受到冲击。一束一束的花，外口的包材是包括特乐啊、干的乐啊，甚至是阿古里的阿肉，拢是塑胶制品。即摆虽然货量够高，但酒商的报价已经调起2成到3成。我们尽可能去做一些高单价的话去做销售，这样才不会说这个成本比例在我们整个成本里面占太重。中东战争的影响是持续扩大，事实上，若塑胶制品，还有小吃店的业者反映讲，当然平常时装便当的这纸鸭肉嘛拢起价啊，烦恼讲有可能变作起价的连锁反应，以后嘛降袂落来。纸盒目前它是有贵一点点呐、如果全部都涨价，以我们的用法程度，起码也要贵差不多3000多块出。它的纸浆可能成本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最主要是燃料成本的部分。就是能源成本。学者分析，目前加热产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能源成本起来，应该持续关注能源的波动。降价市场烦恼的情绪一直拖。另外，面对塑胶袋资源公平会爱剔查。跟业者要资料，他回来我们要研析，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经过委员会，我们尽量朝3个月来做。
公辩会表示讲，目前已经初步了解塑胶落架的计小材质等等，会以联合行为为主，若是有道立案来调查，找出不法。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台湾以外来看，这韩国呢，即马嘛是因为这原料石脑油是无通好进口入来，所以塑胶的产品产量是敢若剩2-3成尔。真侪民众惊欠货，已经抢要去买这塑胶袋啊，甚至有的人呢惊这塑胶包装的泡面也会对咧起价，赶紧买来厝里囤。在上年的超市，消费者除了买日常用品，嘛无袂记得爱买一包本所专用的塑胶落啊。受到中东政府持续的影响，制作塑胶的原料石脑油，全球的供应是大幅缩减。目前韩国的本所袋啊，大家拢抢要买，真侪size拢欠货。买塑胶落啊的网站是写无库存，进货的日期嘛无法度确定。 포장지가 비싸져서 비닐을 20리터짜리 10개를 사놨고요. 비싸질 거 우려해서 라면도 어제 많이 사놨어요. 포장지나 이런 것 때문에 아무래도 포장지 가격이 원가에서 많이 차지할 테니까. 安山一间生产农业和工业用的塑胶薄膜的老工厂，因为原料无法度对中东出口，只好减产，产量敢若平常时的2成到3成，剩的原料嘛敢若会当搁冻1-2礼拜。 옛날에 오일 쇼크도 있고 코로나도 거쳤지만 저희는 실제로 57년 된 회사입니다. 꾸준히 한 우물만 파서 왔는데 이번 같은 큰 경우는 크게 당하는 경우는 처음 하기 때문에 우리도 상당히 당황을 하고 있고. 根据韩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数据，国际石脑油的计销对1月初以来是持续一直大起，目前起伏是高达127.9%。韩国的国内有生产石脑油，但是全国差不多40%的消费量拢爱外口进口，其中一半以上拢爱经过荷姆兹海峡。韩国的产业部门表示讲，目前塑胶落的储备量会当搁冻4个月，但是石脑油的库存敢若会当冻2礼拜。政府就是宣布这礼拜开始会实施石脑油的出口管制，来消透国内情形。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根据新北市卫生局的通报，有一间诊所咧做疫苗进前，发现这当中有一支是安尼白白落落。疾管署是回应讲，有随通报是药署来调查，判断迄支是有过氧气，所以无提出来使用。也那港批也拢已经暂停使用。 已经通知14个县市的卫生局封存回收该批剩余的疫苗。该批疫苗总共交货545280剂，在 NIS 系统上面剩余的量是2642剂，将全部停用回收跟封存。 疾管署是表示讲，目前呢是还未接到其他类似的通报。这批疫苗资料有3件不良反应的通报，拢是60多岁的人。有的人呢是规身躯安尼起疹膜，也是讲肾肾，甚至搁住院治疗。也毋过目前3个个案拢已经康复。 再来看这大台车肇事呢，定定是真严重的，所以民意代表甲民间团体是提案，要求应该爱互这风险反映伫个保险费顶头，美国来定一个商业大货车甲客运业的安全管理计划。这驾驶若准违规是看点数，直接来起这企业的保费，落实安全管理。 倒外的白色轿车，互雄雄弄过来，刷一车弄一下，刷一车嘛冰车，双方驾驶拢受伤。大车肇事的代志是一直传出来，毋过最侪拢是这个公司的名独立经营，或者是用聘请的驾驶。立委就讲，这个大车违规的罚款，恐惊已经互大型的物流业者看作是真俗的营运成本，就建议讲要甲违规的积分，还佫有企业的保险费连做伙，才当好好管理。产生事故的时候，它的理赔。 不仅是只有驾驶本身在理赔，应该是连同的车行、靠行、车行，政府来管理业者，业者来管理驾驶员，那这样子的一条龙的这个运用科技执法、科技管理。民意团体呼吁应该纳入风险附加的概念，嘛建议讲要甲营业大货车的经济商业险的这个限，会当提悬起哩1000万。经过回应，行政院档案汇报已经同意，风险较悬的违规驾驶行为。 会提悬法律等级，接落来会下部会进行法制作业。接下来就是要跟交通部来这边讨论一下，到底违反哪些道交条例是属于高风险的范围。我们在运管规则第19条就特别强调说，运输业要负人车的管理责任。交通部强调，接落来会进行后续的法制作业。不过目前车队车行嘛以即马就有的管理手段来要求业者。记者综合报道。
公路局是来宣布，3月3日开始呢，推动这小型车甲大型车考驾照，就要增加停让的项目，也佮有矫正防制班的讲习。另外，这重大公共运输的事故支援专线，即嘛已经启用，提供灾害通报，也佮有关怀说明。学生照教训班教练的指示赛车，准备要考驾照。不过，即马驾照的制度全面加严。交通部公路局宣布，3月3日开始推动2项驾照改革措施：小型车、大型车场地考验，增加停让的项目，甲矫正防制班讲习。推动小型车还有这个大型车常考增加停让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就是之前在驾照管理3策略里面所提到，就是说透过这个训练跟考验的一个方式，希望能够来这个提升人本驾驶人的这个人本交通的一个素养。场地考验的部分，小型车新增加无号志路口停让用路人，甲去行确认时也死角；大型车就做安全确认，若无做一摆扣32分就无及格啊。矫正防制班讲习方面，从红灯无号志路口无停让，驶过学校病院无减速等等3大类的违规，一般驾驶人一年累积3摆就强制自费回顺3点钟，若无按照规定参加讲习，就罚1800块。一般驾驶人的部分，那1年累计3次，那就要参加这个就是自费参加这个矫正防治班的讲习。那这个营业大型车驾驶的部分，1年只这个累积2次，就要自费参加这个导演讲习。另外，代替经历过普悠玛甲泰鲁国事故的伤痛，交通部采用事故家属建议，拜四宣布正式启用重大公共运输事故支援专线。也注意到怎么样在事故发生后灾害的通报应变以及事件发生后的关怀跟支援，所以我们参考日本在公共交通事故被害者支援室的机制。交通部嘛表示，希望专线提供灾害通报、甲关怀说明，嘛互民众袂阁面对拖无救援、甲资讯断站的状况。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先来关心的，就是这美国总统 Trump 又阁有新的动作啊！伊是来宣布攻击伊朗能源设施的这个计划要延后10天，希望这谈判呢会当顺利来完成。另外，这 Trump 也讲，伊朗有开放10架油船通过荷姆兹海峡，这就是为着要伫谈判当中展现诚意。代志正顺利，且互即句话传出去。我宣布对伊朗能源厂摧毁的计划延后10天，直到4月7日拜一美东时间暗时8点。这是美国总统 Trump 伫真实社群新的文章。无偌久之前，伊伫内阁会议时，互记者问到相关的问题。I don't know yet. I don't know. Mr. Witkoff and JD and Jared will tell me whether or not they think it's going along, and if it's not going along, maybe not. And Trump 要威胁拄去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若无伊会对后礼拜一，也就是30开始攻击伊朗的能源厂。伊也表示，甲时间延后是为着达成协议。伫Trump 宣布这项消息进前，美国股市大落，油价大起，华尔街搁再邀期伊朗的战争敢会当结束。标普500指数跌1.7%，创下1月以来股市日上大的幅度。目前要是连续第5礼拜跌价啊！伫会谈进前 ，Trump 捌讲伊朗正希望会当达成协议。针对美方表示已经甲伊朗接触，伊朗外交部否认，而且口说 Trump 是因为惊互人报复才救去。个营媒体也强调无甲美国会谈。另外 ，Trump 也讲到伊朗当咧互10架油船通过荷姆兹海峡，也就是伊进前所讲的伊朗送来的甲油气相关的大礼物。伊朗这个动作明显是为着伫谈判当中展现诚意。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再来看这个委内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呢，和美国掠去关到今已经要3个月的时间啊。昨天是伊第2届出庭，伊坚持家己是人的战俘，对这毒品、恐怖主义等等的指控呢，是全部拢无要认罪，而且伊也表示讲，家己无这经济能力通去负担官司的费用，希望这案就会当撤销去。也毋过法官是表示讲，袂因为私人的因素，就甲案件夫妇的准度线。委内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年初伫美军的突袭行动轰掠，送去美国，互指控包含是毒品、恐怖主义的共谋，有机关枪甲毁灭性装置，也有走私 cocaine 等等的罪名。
马杜罗法官伫布鲁克林的监狱共要3个月，除了伫纽约联邦法院第2届出庭，马杜罗挂目镜甲翻译的耳机，头暗做笔记，有时阵甲律师讲话。面对指控，伊全程笑眯眯，只讲伊无罪，伫庭上也坚称伊家己的身份是战俘。原来马杜罗的支持者是组织伫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广场，要求美国政府随甲马杜罗翁仔某放回来，批评美国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Que los pueblos del mundo y que en cada plaza de Venezuela hoy, no para hacer eco de lo que es un juicio que en su origen es ilegítimo e ilegal, no, es para aprovechar el momento de hoy que va a tener audiencia el presidente para elevar la voz de la verdad, para que el pueblo de Venezuela levante su voz por la verdad, la justicia y la paz, que nos dejen construir nuestro propio modelo en paz. Y que nosotros no somos ningunos criminales. 面对马杜罗的指控，美国总统川普是甲媒体讲，这几届的开庭，敢若是马杜罗罪行的一丝丝啊，因为司法部门当咧追加对马杜罗的诉讼，川普强调马杜罗会面对的法律制裁会小煞来，不过无讲具体罪名。He's now been captured and I guess be given a fair trial. But I would imagine there are other trials coming because they've really sued him just in a fraction of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he's done. Other cases are going to be brought, as you probably know. 二六庭审的重点之一是马杜罗的辩护费用。马杜罗甲伊牵手向法官申请撤销指控，理由是美国政府冻结委内瑞拉的公共资金，害伊无法度拿几的私人律师费，也违反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予被告有选律师的权利。不过检方强调，美国对2019年开始无承认马杜罗是合法的总统，为着国家安全甲制裁政策，袂当允准伊动用委内瑞拉的资金。目前法官也未排好后届开庭的日期，不过双方犹原针对法律的细节咧辩论。这件案件毋若是单纯的刑事诉讼，佮牵连美国甲委内瑞拉的政治问题。公司新闻深入报道。继续登来关心，咱行政院经贸办的副总谈判代表甘慧欣是因为破病过身去，风声伊在生的时歹互人家霸凌。行政院长倒用台是强调讲，这是需要去了解的，已经找外部委员来调查。那副议长郑丽君讲到这甘慧欣呢，脑后更是甜甜。针对着谈判的过程，敢有感受到甘慧欣的问题呢？伊是讲其实并无受到欢迎。我们在这个总结性会议上面持续的去争取。推动台美关税谈判重要的成员之一甘慧欣，去年9月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请假，今年3月12日破病过身。行政院也协办甘慧欣一定公职的奖章，予伊上悬的肯定。不过也传出伊在生时伫工课场防霸凌。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爱互家属了解，已经由外聘的委员调查。这一次特例由所有关于指导霸凌调查的委员当中，全数由外聘的委员来担任这样的工作。我们必须做出清楚的调查，向社会最重要的是向严大使及其家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因那带领对美国关税谈判团队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讲到，战友甘慧欣是后更甜。对不起一想到他我就非常的难过跟不舍。针对谈判的过程，敢有感受到甘慧欣防以孤立的方式霸凌？郑丽君回应无受到欢迎。我跟慧欣比较多是在会议中参与会议上面的讨论互动，他没有跟我个别来表达他在经贸办公室里面的工作的情况。杜永泰表示，甘慧欣伫今年过年连假以传真感谢的方式送辞一个批。甘慧欣伫批内底讲到，若准身体有变好，愿意搁再为国家服务。伊也希望甘慧欣好转转了后，赶紧转来伊的工课，想袂到听到不幸的消息。如果说真的是查到有霸凌的这个行为的话，也不要因为施暴者这个霸凌者他有什么特殊的背景而不去处理。在职场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有相关的法规范可以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我们也希望后续的调查还有讨论可以回归到事实的真相。
立委做会呼吁，要赶紧把这件代志调查清楚，互家属一个交代，也要甲社会大众说明这件代志敢会冲击到对外谈判的战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中东的战争呢，自2月底拍到当时拢还未收煞，国际原油继续大起。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呢是来公布3月的消费者信心的指数，6项标准包括着物价水准、国内经济景气，这拢是跌落去的。或者是指出讲，这回的这调查的结果，消费者信心指数是5个月以来上介低。美国甲以色列拍伊朗的战争，到今已经第4礼拜啊。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致使全球的油价大起，台湾嘛受到影响。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日前公布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总数62.3点，比顶个月降4.28点。学者嘛指出，若塑胶制品、像加速天然气，抑个肥料等等的进口，民生和产业拢会受到冲击。行政院说，4月的民生用的天然气、苯高马斯它价格不调整。然后肥料价格也动涨，那它会密切的监控塑料的这些的价格，但是迟早可能当这些价格在继续往上飙的时候，可能就会反映到我们民生的电价或者是能源使用的价格哦。这个月消费者信心指数6项指标，包括物价水准、国内经济景气，拢是跌落去的。专家指出，这回的调查结果是5个月以来上低的，其中降低的幅度上大，都是保持信心，创3年2个月以来上低。财经中心提醒，国际能源价上悬，台湾物价压力特大。因过拄到能源危机要起价的时，政府应用的出手打动，不过通膨敢若是较晚发生尔。在2022年的经验也看到了，你当时的动涨。它并不是完全解除通膨的压力哦。我们在2022年，当然通膨的这个情况是比较缓和下来，但是呢，它当时也造成了台电严重的亏损嘛，所以接下来几年，2023年、24年、25年，台电就一路的涨价。财经中心表示，台湾95%以上的能源拢靠进口，所以国际通膨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拢需要能源都会受到真大影响。专家提醒，未来影响的关键，也是伊朗对荷姆兹海峡通行权的控制，呼吁政府要赶紧想好因应对策。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AIT 的处长郭立健呢是去参加台美商会的谢年饭，伊是呼吁在台湾调野就要赶紧来通过各项特别预算。目前这立法院呢对关键条文是拢无共识，敢若通过2项条文，也有1项附带的决议尔呢。因为这军备武器的发计书呢后礼拜就到期啊，国防部是表示讲已经争取互时间搁延过。总统赖清德 AIT 处长郭立言甲台中市长罗秀燕2日暗拢参加台美商会谢年饭。郭立言致辞时阵，期待台湾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甲国防支出提悬到 GDP 的5%，希望调解化解分歧，赶紧通过国防特别预算。We encourage all parties in Taiwan's legislature to work through political differences and quickly pass a special defense budget that demonstrates Taiwan's commitment to its self-defense by funding the acquisition of critical defense capabilities. 因为立法院委员会这礼拜连续3天审查军购特别条例，不过对采购项目的名称、总金额等相关条文条件拢无共识，只敢通过3个版本共同的第2条，主管机关是国防部，加国民党团版本第3条的军购采购加相关建构计划。应该依照相关法令办理。也讲一条附带决议，其他拢保留交付党团协商，其中包括南向美国经过的82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发技师副管上尾日期30要到期，想要延期，敢若有困难。我们跟美国安和局 DSCA 有洽过，他们好像还是压得很紧。那我想我们已经责成战规司再继续跟他们去联络，看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一点展延的时间。现在问题是预算并没有过，那条例也没有过，事实上没有根据的，没有依据付款，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们可能还要再商量一下。技术险讲，国防部会继续加调查立法说明整体预算编列的路径思维，所提出的7项采购项目，拢是对敌情加防卫组件提出的规划。我们是有诚意共商解决的方案，但如果就是各方到了最后在协商的场合，还是只是表述立场，完全看不出任何让步妥协的迹象的话，那可能这1个月的时间就要原地踏步嘛。伪制、商购、军购，老实说一个都不能少，只要少了一部分，那对台湾、对国防的影响就是非常的负面。因为案件将会进入1个月冷冻期，若是这段期间无法度达成结论，上近4月底送议会表决处理。
小区外交国防委员会纳入立委拢讲，希望加强沟通，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府有规划要伫民间乡内设焚化炉，这是引起在地人甲环保团体抗议。早起这乡亲呢是来到行政院，要求国有财产署要撤销破互地方的土地。也那行政院这方面要派出代表，甲陈情书接落来，表示讲犹阁需要时间来研究。来自南投民间的居民、甲农民、甲乌燕的团，伫春水县花早起前来行政院陈情，佮搬出大型混凝土农地道具，呼吁行政院甲在地斗相共，守护地美之乡的好山水。反焚化炉自救会指出，县府想要起焚化炉的土地是国有财产署依败，即马通救地方的关键就伫行政院。非常期待行政院能够交代国产署，不要把这个1公顷多的土地呢，都给这个环保局，让南投县环保局没有可以使用的土地去开发焚化炉，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这样才能够拨乱反正。包括农业部长陈俊贵表达，要严格准则伫特定农业区的开发，无赞成凊彩变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嘛公开表达，国有土地依败若无符合规定会取消，只是乡亲等，拢等无中央任何具体作为，敢若会当就北，甲陈情书甲地印做伙送予行政院代表。县政府认为的最佳方案是，乡亲环团认为应该要排除的方案，长子不宜。当然南投县府还是要一意孤行。后续呢，需要一些相关机关的研议，还有法律的评估。那请大家来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研议以后，我们会正式的回文给大家。下早啊，环团甲自救会代表嘛，伫立法院中兴大楼举行另外一场记者会，批评大概开会地方环保局拢爱动员成百个警察，甲民众对立，互感觉危害，嘛不满这么赶安排伫农民农忙时开会。对此，环境部代表安大讲，警方嘛是在地人，相信袂有无好的作为，嘛认为开会时间符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这清明咧要到啊，真侪人呢拢会利用这段期间上山去陪梦，而且嘛烧一寡金纸来表达心意。也毋过因为这天气真干燥，这是真够引起蒙阿波的火灾。南投县的统计，今年到单呢已经有117件这蒙阿波的火灾啊。这当中幸困率是正数上有火灾的，消防队是无用甲片转。这是这几天啊，南投县蒙阿波火烧，消防人员用无人机翕到的画面。清明制作陪梦，真侪人会烧金纸。消防队表示，最近的雨水较少，天气较干燥，蒙阿波的火烧案件嘛变较多，常常是大家无注意用火的安全所引起的。即摆的蒙阿波的火警较侪吼，麻烦大家出勤的时阵，较特别注意安全吼。南投县全县有181个公共蒙阿波，根据南投消防局的统计，自今年以来。才3个月尔，就有117件蒙阿波的火烧案件，亲像拜是一天，就有5件，消防人员是走甲片喘。现主是3月还未过，火警杂草已经117件了，消防人员已经拍甲稀累咧，拍甲拢要无过啊。死前不燃烧，除草不用火，爆竹不燃放，烟蒂不乱丢，垃圾要带走。祭祖扫墓不用火，环保又平安。消防队呼吁大家清明陪梦拜拜，加上最近较无雨，天气较干燥，用火就要细腻，唔通也未收到金纸，就互公妈的梦火烧厝，安尼阁引起火烧山，代志就大条咯。记者安修南投报道。继续来关心食安的问题，伫屏东呢有家长是投诉讲，因的囡仔伫补习班已经连续2天，伊的点心拢是过期的豆花。这囡仔人有当场甲老师反映，也毋过老师煞回应讲，这甜的是无要紧的，引起家长真大不满，甚至阁发现讲，这补习班内底的冰箱甲一个食剩被倒掉的，也阁有下当食的物件，拢甲放做伙。目前这县府卫生单位甲教育处拢已经介入处理。他就不承认，直到我跟他说，我女儿把豆花带回来了，我可以拍照给你看。
李小姐讲，囡仔3月18日补习班摕到14号教育的豆花，当场有甲老师讲，老师煞应讲甜的无要紧，想袂到过工19，囡仔竟然佫摕到同一批过期的豆花，因为唔敢食，就早转去厝摕互家长，引起家长非常不满，找政议员顶情。因为孩子呢送到补习班去，其实就基于一个家长的信任。我认为孩子不是实验品，所以不应该任何来路不明的东西都不应该给孩子吃，更何况是过期的食物。他们自己也有说，他们冰箱是跟厨余，就是一般点心跟厨余是共用一个冰箱，然后厨余放在第3层，其他2层都放小朋友的点心。对，但是我觉得还蛮恶心的。李小姐讲，同学向补习班反映，补习班一开始讲无发豆花是恶谣，要无就是讲可能是囡仔摕唔到去。后来甲过期的豆花翕互班主任看，佮去调监视器来看，补习班才承认是因的过失。班主任表示，因有向家长回失礼，以后会注意食品的日期，加强管理。其实我们第一时间都有解释，可是家长不接受，就是说我们有跟他道歉。食品或食品添加物逾有效日期，不得制造、加工、调配、包装、运送、储存、贩卖。违者依同法第44条规定，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县府卫生局接到通报，嘛已经到补习班稽查，是无发现有过期的点心。针对喷水甲食品放做伙情形，有做行政调查，若有查到违规的状况，会依法开罚。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有民间团体出来开记者会，讲有人呢是长期安尼饲这个冷冻狗，造成这个狗仔呢掠车，也是讲咬人，甚至互人绊倒的事故，这是常常听到。所以要求长期饲动物的人，就要来负责任，唔通互这无辜的民众来承担风险。顶一日彰化有一个76岁阿嬷在做事，说互3只狗仔夹规身躯，超过200外打着伤。但也引起民团质疑，若无主人的冷冻狗甲人攻击，责任要算谁的？甚至嘛有人长期咧饲冷冻狗，说互狗仔自责，造成肉车甲人甲几多人跋倒的事故。他只要说他为了让他不是他的狗，那他就可以免除一切的责任，那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应该是要去做这个从宽的饲主认定，对于饲主责任的认定依然是相当的不足。台湾近5年来，每年都会有2500件到3000件左右因撞击动物而致人受伤的交通事故。民团拜五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提出3项诉求：长期饲冷冻动物的人爱负责任，若无认定出代志，农业部就爱赔。另外，嘛要求加编列预算处理冷冻动物造成的生态损失，唔通互无辜的民众承担风险。一部分的人持续的喂养，然后扩大游荡动物的一个族群，然后另外一部分的风险，它所造成的风险跟后果，却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不过，嘛有反对的动保团体认为，做志工救冷冻猫狗，说互人认定爱处罚是好心互雷针。拜五下晡会组织伫农业部的头前，要求把责任的归属讲互清楚。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即马因应着这超高龄的社会，卫福部是来推动长照3.0互助哮喘的服务示范计划，鼓励这个家庭照顾者呢，甲专业人员做伙来合作，透过无共家庭之间这轮工的照顾，互社区真做是支持的力量。54岁周先生和空手一家伙仔轮流照顾79岁失智症的妈妈。拜一到拜五，妈妈去用送去日照中心。不过，若到拜六礼拜就要家己顾。但是，若是拄到拜六礼拜有代志，就真麻烦。加在因参加卫福部互助哮喘计划，现在已经有家己的时间啦。以前如果周六就是没有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必须在家里面盯着我妈，就是大眼瞪小眼，脾气都上来了。对，有一个活动之后，然后就是可以减少这些压力。互助哮喘示范计划是卫福部为着长照3.0示范的计划，主要是伫拜六礼拜使用日照中心的空间，由一个照护员加上一个家庭照顾者来照顾时大。若是4位时大，就是一个家庭照顾者；5至8位时大，就需要2位家庭照顾者。一个日照中心上济收12位时大，一寡家庭照顾者会当轮流排班，互相斗3工，相对减轻真济压力。让我们现在非常辛苦的家庭照顾者，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时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在全世界哈，我根据我个人的研究，这恐怕也是第一个。费用其实是相较于现在来讲，一般户你一天只要200元，半天就是100元，低收入跟中低收入是免费的部分，所以真的非常鼓励家庭照顾者善用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卫福部表示，目前全国拢总有16个县市、50个服务据点，家庭照顾者会当到互助哮喘服务平台注册登记，只要预约地当和别个家庭共同来分担照顾的重担。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现代社会这生活无成的囡仔人自真细汉的时阵就开始来接触3C 的产品啦，所以为着要来守护因目睭的健康，新竹市府呢是宣布今年开始会派医生直接去到幼儿园替囡仔来做视力的检查。有看到灯光吗？好。手提专业机器免接触到囡仔直接测量，免几秒钟，医生就当知影囡仔目睭敢有近视，也是其他问题。根据统计，新竹市3岁到6岁儿童人口占3.5%。为了守护儿童目睭健康，新竹市创下全国大省，请医生直接到学校替囡仔做视力健康检查。希望说能够来走早期的，为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能够做这个视力的检查。那早期能够发现有异常，能够进行转介与追踪治疗。我想这在一个就是我们学童的一个视力的健康保健上面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一般其实很多小朋友，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屈光状态差异很大，所以不容易确定。都做一次初步的筛检，让家长可以第一次知道我的小朋友的屈光状态。医生指出，6岁进前是目睭真重要的发展期，若是当量早发现问题，对治疗效果会有真大的帮助。是小朋友应该要让在他上小学1、2年级之前就要处理好，所以能够在幼稚园就处理，当然是最棒的。那对他以后的眼科的治疗的方针啊，可以有比较好的处理的结果。医生提醒家长，即马愈来愈多3C 产品对目睭还未发展完全的囡仔来讲，会造成真大的负担，所以一定要避免过度使用。平常嘛要透过定期检查来落实保护目睭的好习惯。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唔知影观众朋友敢捌听过这台语歌甲 Jazz 音乐结合做伙咧？伫美国的华盛顿呢，有一阵台湾的音乐家是邀请到在地 Jazz 的乐手做伙来演出《望春风》等等的台语歌。来看国际记者彭祖哲报道。弦乐、乐琴、琴吉他、大提琴合奏，伫美国华盛顿煞听到台湾歌曲，阮若拍开心内门窗，阁有望春风。原来有一阵住伫美国几啊十栋的台湾人，邀请在地爵士音乐家做伙演出。爸爸妈妈甲我阿公阿嬷拢是听这个歌曲大汉的，用这个机会，互美国人了解咱正港的台湾歌成做什么款。住伫美国20几栋的音乐家李欣怡讲，这音乐就亲像白菜卤，融合无同的食物，煞是真合味。若是表演台语歌曲，即个伊嘛加入传统的美国黑人音乐。乐团的歌手嘛讲，伫准备的过程当中，伊嘛更加熟悉台语的文化和历史。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over the decades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even to this day, the struggle for their freedom and their humanity links up very well with 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people. Those two aspects, I think, match up the music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with African American music, especially those of Nat King Cole. 头一摆听到用台湾乐器演奏音乐家 Nat King Cole 的微微仔笑，美国观众是真痴迷。What a great combination of having a fusion Asian Nat King Cole, and actually it was a lot of interest to try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at was all about. Music that most people would think was only American, but the everything fit beautifully together. 偏那这种乐器。伫美国因较无听过这种物件，所以我就尽量把二胡的特色甲表现出来。除了爵士音乐，伊嘛试过少年人介意的摇滚音乐。乐坛嘛认为台湾歌曲传承台湾人争取人权的历史，这甲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真相像。伫美国的台湾音乐家嘛希望透过演出，互更较侪人听到台语音乐。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盛顿报道。下晡尾的天气，所以咱继续把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受到锋面通过，
甲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小可变凉，基隆北海岸、台东以北会有短暂阵雨，还是局部雷公雨。顶部有较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